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4，加勒太书5章24到25节安尼讲：遐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，做伙定死伫十字架。既然咱靠信心得活，咱就顺趁信心来生活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将本性甲私欲钉死伫十字架，靠信心来活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主爱佮圣洁的天父上帝。阮专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满心懊恼甲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牵得一切的荣光甲颂赞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你借着耶稣基督来永远显明你的疼。阮原本软弱有限的人，通得你的救赎甲更新改变。主啊，阮要来敬畏甲尊重你的名，也感谢你赐下圣神，日日来引带甲扶持阮，互阮行伫你真理的中间。主啊，因为你互阮这个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邪情私欲来钉死伫十字架。互阮通靠信心得活，也顺趁信心来生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